有信，亲像一粒挂菜籽，恁就要甲即个山讲，对遮刷去遐也要刷去。搁恁特别无一项话以上，即时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伊今仔日要讲的是无假的信心第4讲，无假的信心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到把悲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感谢伫主日，阮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那阮伫即个月中间，阮教会有灵命的操练，要来学习安怎才会当生出迄个无假的信心出来。因阮知要会当行出来迄个疼，真正的疼，乃是阮整个阮的全人身心灵拢一直健康。恢复到伫主你所早时所创造迄个美好的精神，阮会再当将即个顺转的听会当行出来。但阮的学习到最后一项，就是阮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阮要安怎有迄个无假的信心？即个无假的信心，诚做阮的根基，阮才有可能会当行出来，迄个听会当生出来。求主你帮咱，但阮伫第4讲中间已经要来学习安怎来活出来无假的心。你的心，甲阮上下做伙，互阮存着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。小使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原来祈祷靠着所有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已经伫即个灵命操练头一个讲到即个无假的信心，内底讲到第4讲，今仔要来结束咱即4礼拜中间的即个灵命操练。咱毋望会当得到完全的即种明白。然后伫咱的信心中间，会当咱得到坚定，诚做咱的帮助。但咱为什么要学习即个灵命操练？就是因为咱知主耶稣甲咱讲，即个改变的宗旨上个重要，就是忍耐，就是听。这嘛是咱基督教信仰上个重要。伊讲，你若有搁较偌大的，会当为着人牺牲性命，你搁有天使，人讲天使言语，你搁安怎惊神者等等遮，但是你若无听，就遮无通得到帮助。所以咱是出去听，才会当做这。但是这个听要安怎会当活出来？咱定来发现讲，咱无办法。原来伊的这个来倒转到伊的源头，就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0伫遐所讲。咱做来读这个圣经节来。若是改变的宗旨是忍耐，这个忍耐是对清洁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心生出。伫这所在，甲咱讲了非常的清楚。主耶稣的改变上个重要，就是讲着听。这个听要安怎生出来？原来就是3个代志，咱拢爱去处理。即个是身躯的部分有清洁的心，然后第2就是你的良心的部分，咱的心的部分是无通责备的良心。第3就是到你灵的部分，也有即个无假的即个心伫咧。所以咱就毋茫讲，咱要活出来即个。顺转的听，这听会当生出来就是这3项，所以咱伫为2年前，咱就开始来学习迄个清洁的心思吼，是 pure heart， 要安怎针对咱身躯来，咱心的身躯的部分所欠缺这部分，然后到伫即个良心，到伫心，咱毋茫每年都有心，有即个顺转的听心，咱毋茫每年1个月的即种心思的重建，互咱会当诚做心灵健康。才有诚侪有顺转听心的这种基督徒，而且非常强调迄个心思的重建。咱若伫这操练中间，咱依然维持老的我，咱敢若知影这物件，这种知识我知影，但是咱的心思意念拢总无改变的时，就咱这操练就诚侪无意义。咱一定要心思伫遐重建。不再是咱受到即个社会污染，还是咱前的即个教育制度，甲咱讲的种种，这拢已经偏差伫咧。这偏差变倒转到伫上帝顺转一开始所创造咱迄个美好的时，迄才是咱需要去心思爱重建，咱才有可能会当诚侪有即个顺转的听心会当出来。所以咱伫头1年的时，咱讲到即个有关身躯的即个部分吼，然后咱到伫旧年，咱讲到即个良心的部分。然后咱进到伫今年咱讲的是即几项。咱伫遐一开始讲到讲信心是偌尔重要。
因为咱知影，咱家己靠咱的行为，咱无可能伫遐积功德积到一个程度，讲咱会当进到伫天堂去。因为咱咧拿咧最好的时，咱结果一发歹，佫一直甲咱堵消掉去。何况即个是有为着目的伫遐来咧做，咱无可能受着安尼。所以主要说甲咱讲，你着单单来相信，相信啥？相信讲咱的能正，佮相信迄咱所挖过迄个神，伊有能力要互咱来得着救。当然，咱嘛是真侪爱伫遐来改变，因为咱信了，咱的心改变，咱的心改变，心思改变了，咱所行所做就甲以前无共款。老的我，迄个无好的我，甲主要所做迄顶是伫个顶啊。然后主要所过活，咱嘛过活起来，咱的心思意念佮定心过活起来。即马咧活，毋是咱咧活，是主伫咱内底咧活，伊互咱改变咱的。迄个心是遮尔啊重要的。讲到即个神重要，如果讲到即个神到底爱安怎的神才算是神？咱用即12个探子到伫迦南地底下讲起，所看的情形拢共款，但是10个人讲的甲2个人讲完全无共款。10个人是真惊遐，讲遐个人敢若是迄种大汉人，咱毋通去得那参是草昧咧。咱讲是草昧的信心。但是佫有2个人，约书亚甲即个迦勒底下讲，无上帝已经赏赐迄个地互咱啦，何况迄个徛起的人，即个生命已经离开因啦。有迄个大汉人的信心伫咧。为什么共款的情形，即2个人有，迄10个人无？原来即2个人有一个无共款的心智。伊是徛伫上帝，徛伫天顶，属灵的眼光伫遐咧看这个地，毋是徛伫家己自私的想法。咱伫社会中，咱真容易看一项代志，一个办法，一个政策出来，咱头一想到就想到咱家己，这对我有利无？啊，什么伤害着我？啊，若是安尼时，对我不利，安尼我就反对。无，咱会当徛伫真即种较咧大众化，还是普世这种观念，还是甚至徛伫上帝眼光来看即个世界到底是如何无？咱常常无办法呢。咱拢安那，咱拢用旧的心智就是安尼。甲咱讲，你要有大汉人的信心，你着安尼。头一，你着要有即个另外一个心智的。第二，你有所挖靠即个神，你会当真正来挖靠伊个。你若真正挖靠伊，甲你讲，你拢爱相信啊。伊10个探子嘛，知影上帝将即个迦南地赏赐互因，但是伊无办法伫有即个确信的。伊讲遐个人是一个大汉人伫咧，所以伊无真正挖靠，真正相信的。第三，你有属灵的洞察力也无，就是讲你会当看见这种伫咱社会中发生，伫咱所面对这生活中的这代志，你会当徛伫属灵的心情来看，上帝心意到底是安怎？咱常常真简单，发生代志发生伫咱心上，咱马上就想到讲啊，上帝你奈无听我的祈祷，奈有这种代志发生伫我的心上。但是其实上帝透过这个代志，温准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有即句话讲了真好听。伊讲呐，会当真明确表示出来，意思是讲，上帝温准这代志发生伫你的身上，就是要训练你的信心是如何，锻炼你的信心是如何。你着因为安尼来离开，还是你颠倒更加坚强，在我的能正，所以我更加爱挖靠上帝。你应该要有一个换一个心智。你要真正信靠你的上帝，然后你就安那有属灵的洞察力的，常常徛伫上帝眼光来看这个，安尼你才有可能有迄大汉人的信心的。咱过去讲到这个，顶礼拜讲到这个真侪这个信仰前辈，因伫因在世的时阵，因无看见因所愿望的上帝予伊的应允，往往无实现伫伊身上，但是犹原阁有这个信心的，因为伊知时间是上帝的时间。徛伫上帝来看时，迄个事若到爱成是就会成，因为即种的信心伫咧。然后伫小组中间，咱嘛分给真侪人，因伫遐来分享，互因家己来讲起，讲莫讲圣经中间，伫你的亲人朋友，伫你的这你的列祖内底中间，因的信心是安怎会去激励伫你无？你会当看见伊的无？有真侪人做真好的即种见证伫遐讲到伊的先生，还是伊的即个老爸，伊安怎伫信仰中间？我伫即所在嘛要做一个见证。我讲起我的老爸，我老爸伊伫民国34年的时是咱日本战败、咱光复的年。即个年中间的时，咱的社会变作非常混乱，咱的经济非常的无好，伫遐开始物资的即个波动伫咧。
咱开始即个换做旧台币甲新台币出诶。伊这波动太大，就不得已来出一个台币出来，新的钱啊，所以叫做新台币。原来迄个台币就变做旧台币去。咱在时人拢足多人知影，旧台币甲新台币换是4万块换1块，4万块换1块，你本来有100万的人，才剩偌济？剩25块尔。哇，这差距太大了。伫迄个时阵，到底要安怎去生活？我想咱这前辈，因拢经历非常艰苦的些时间。伫迄个时阵，好好真欠这英文的老师伫咧，所以这校长就到处要找这英文老师。伊发现这牧师的英文拢袂歹，确实用牧师的英文拢是袂歹，讲无一定真好势，因为咱的受到咱的言语的关系。但是因会读，因会写。因为因所伫学校新人员一定要看原文册，顶顶遮个，所以老师这校长开始动脑筋去找这牧师，因为迄阵的老师的写历袂歹，几啊千箍咧，牧师的写历是几啊百箍若定，迄差别是非常的大滴咧。当即个试探临到伫这牧者的时阵，到底要安怎？有几啊牧者来离开伊，这试探嘛临到伫阮爸爸的身上。当然，迄个时阵我还未出世的，就是以后的时候，阮妈妈甲恁爸爸伫迄所在咧，为着即个做伫遐咧分享咧做见证。伊讲伊试探临到伊的身，伊安怎？伊进入到伫拜堂门关起来，伫迄所在开始祈祷。伊要知影讲上帝是咪安尼？伊到底是安怎？伊是高中毕业、中二中毕业的时，是到日本阿公甲送到日本去读新人，去读医学院的。家己读到无读无偌久，那就家己偷走倒转来去读新人院的，放弃大人所感觉足好的这种医学院，倒转来去读新人院。伊的这种心智，伫这个时阵受到考验的是要安怎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伊出来，伊伫遐讲伊的结果就是啥？为着这个薪水悬的，逐人想要去的，这是足侪人想要去的。无需要我，但是伫这种情形，佫会当坚持要伫这种情形，伊认为讲只有伊会当，这是伊的一种自信的这种伊的信心的显明出来。当然，迄个时阵毋若干那伊留落来，有几啊牧者留落来，遐牧者留落来，恁尾也甲查考起来，遮个牧者做到真好的这个工地咧，足受人尊敬的。因共阮拢当着这种试验的时阵，因安怎信心的表现？因在因早时受到这种的警调，上帝警调的时阵，伊安怎坚持伫这个信仰？伫这以后的时阵，敢无遇到这个困难？绝对有诶。阮5个兄弟拢读大学，一人差一岁。第二个佫是读医的，伊也读7年，所以你通知影，同时伫大学咧读大学内底4个同时咧读大学。内底敢若大兄是国立的，其他拢私立的，迄个压力有偌顶大伫咧。但是知影阮的爸爸伊就甲妈妈安怎伫个所在，大家努力，得经过这时间。特别想起这时，就够我感动。早时这新人，因的这信仰是偌年啊，这样坚定的。虽然咱咧看圣经讲啊，这个以前以色列人。啊，离咱咱无啥感觉的，但是因嘛共款，因所望的，因所无看见的，伊犹原有即个确信的咧。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信心的即个确固的咧。咱有即种信心的确固，有即种这故事、这前人的这记载，互咱得到帮助啊无？你有得到帮助，你才会当有即个无假的信、无畏的信心，才会当生出来。那今日咱要进到伫最后一讲讲，你要安怎活出来即个？是个无假的信的咧。咱今日看这个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7章，咱个另外一个是写伫马可第9章，咱无读这部分。但是咱可能用的几个圣经在拢是用着马可，咱毋通倒转因家己看，这是同一项代志。无共款的作者，写好无共款的对象，伫遐所共款的角度无共款所写。当你甲下做去看伊，你会当看在非常清楚当时所发生的代志是安怎。要进入到今仔这圣经在先，咱伫遐看见讲第17章开始写起讲，主耶稣伊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
伫遐的时阵，伊问讲人讲我是甚物人？哇，学生就讲你是甚物先知，一个甚物先，讲到最后是啊，恁看我是甚物人？彼得伫遐代表，即个班长代表讲，你是基督，你是上帝的囝，永生上帝的囝。耶稣的新闻伫迄个时阵得到伫头一摆，或者学生伫遐来认知出来知影。经过6天以后，主耶稣带伊3个学生，一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这是伊所听的3个学生，去到伫一个山顶，伫遐来变貌。讲伊的面啊，亲像日头咧照遐尼，衫亲像洗遐尼白着，然后佫突然有2个人出现，摩西甲以利亚出现。这2个人是代表，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伫咧。这2个出现时，伫遐甲耶稣伫遐讲话，讲起个耶稣无久要受难的这代志。然后迄个时阵，佫有一个魂出现，就声对魂出来讲：，这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耶稣的身份伫迄个时阵，佫一摆去互天父伫遐来确定。最见证，伊就是上帝所会囝差遣来伫世间的。这是伫山顶看见一个阳光的时阵，莫怪彼得伫遐讲，哇，这所在遮尔好，无咱来起3个即个搭3个即个即个布棚伫这所在，互咱来徛起安尼，毋知偌好。因为伊毋知伊到底在讲什么，但是表示迄所在是一个真好、真美好的事实。伫顶头，阮看见主耶稣的阳光伫咧。当煞今仔日圣经在头一句就讲，伫迄所在讲因落山了的时阵，咱若看马可福音，伫遐讲到因落山了的时阵，伫迄所在看见呐，耶稣开始面对着挑战啦。伊伫山顶的时阵是看见一个真荣耀的时阵，但是落到山骹已经开始碰着挑战。有一个囡仔的老爸，伊带伊的即个去互贵妇生的囡仔来，伫迄所在要来要求主耶稣伫遐来甲医治。伊伫遐所讲是啥？讲伊带即个囡仔来，即个囡仔是一个伊犯着恶狗的即个神伫咧。咱头拄仔所看是即个羊粪的即个羊癫疯的即个，到底即2个有无共款无？2个作者写无共款，我相信是现象是，敢若迄个羊耳共款，就是羊癫疯会安尼踹。啊嘛，为头到尾无讲着，听着伊讲话，所以伊本身应该是犯着。A 狗的即个性质，但是伊互伊的现象，就是看起来是即种羊粪的即种情形伫咧。伊咧讲阮囝长着安尼，有遮尔侪人讲互听，然后来找你的学生，你的学生袂当甲伊管，袂当甲伊医治。耶稣伫遐就讲：嗨呀！即句话咱汉日咧讲吼，叫毋是嗨呀，是嗨呀。哪会安尼？恁即个毋信的世代啊，我要甲恁住偌久？迄是一种真敢若讲啊，敢若真失望的这种情形。我都爱吞忍恁到偌久，请带伊来个。主要说有伊的理由伫咧，伊已经要进到伫耶路撒冷，伫遐要为着世间人来定时个，已经行过无数的即种信者，讲过无数即种教导伫咧。但是，佮看见这情形，已经到伫3年后过去啊。犹原这情形，佮是安说，伊会伫遐来真感慨，伫遐讲，我要甲恁住到偌久，到底要吞忍恁到偌久啊？就带伊来的时阵，耶稣看到伊，即个是迄鬼看到是耶稣，因就伫遐，互即个囡仔伫遐来受着真，伫遐来抽带以后，倒伫遐看见真侪即种苦楚伫咧。迄个时阵，主要说问这问伊个老爸讲，伊到底偌久啊？伊讲啊，对细汉就开始啊，都安怎，所以求主你来帮助。然后咱看见的时，主要说就甲伊讲，有信的人呐，逐项拢会啦。你若有信，信的人逐项拢会。即个囡仔的老爸马上伫遐就讲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无够的，你着帮助我。你有讲啊，即情形，敢若咱亲像咱定来当着情形。咱用知识，用咱的表面，咱真简单讲，我知信上帝，伊逐项拢嘛会。但是这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时，咱佫常常想讲，上帝啊，你哪会无咧听我祈祷？迄就是咱信心不足的时阵。咱毋知咱换一口气，换做是即个囡仔老爸伫遐讲的。
我真爱神，但是我的心无够的，求主你来帮助我。咱所相信的上帝，若是迄种将创造万物、天地万物，佫是掌管世界上帝，当代志拢是伫伊的控制下面。伊允许伊发生，绝对有伊的意思伫咧，绝对有伊的功课要咱学习的。只不过咱毋知影，徛伫咱的眼光看，咱看袂出来，因为咱拢是真自私的即种看法。咱毋知咱换一个眼光伫迄个所在，换一个心智伫遐来看这个代志啊袂。咱看见耶稣看见真侪人走过来，就伫迄个所在，甲即个鬼甲赶出去。讲你这下到臭耳人的心，你明年你离开，袂使搁离开到伫这身上，迄个鬼马上，互即个囡仔揪出以后，伊就离开啊。但是迄个囡仔就敢亲像死去共款，众人拢叫是伊已经死啊。耶稣就牵伊的手，甲伊扶持起来，伊就徛起来。咱所看见是主的即个伫遐所行即个神迹，代志还袂煞，这学生奇怪。主耶稣当初找起阮厝的时，互阮官兵呢，讲你若救助什么人，迄人就受救助；你下面什么人，迄人就得下面。为什么这个时阵，阮竟然无办法赶鬼？所以伊就去问耶稣，入去厝以后问耶稣讲：阮怎样袂当赶伊？耶稣互伊答案讲安怎？是因为恁的小信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有信，亲像一粒挂彩纸。就你要甲即个山讲，对指野刷去迄个所在，嘛要做正。恁无一项袂话啦。你知影挂彩纸偌水无？真可惜，我说本来是数千顶头一挂挂彩纸用真空包装安尼翕掉，为性质买倒转来。一个差不多遮尔大的真空包装内底有几百粒的挂彩纸，你就知影迄个纸偌水，敢若一粒沙共款。遮尔水下咧土内底时。伊竟然让长在挂彩，佫会当大到敢若亲像树仔遐尼大个。主耶稣讲讲，你的信心来小啊，甲亲像安尼就有够。到底这个信心是咧讲啥？你对上帝的心有亲像安尼无？咱若咧顺利，咱拢感觉足容易的。哇！我相信咧，上帝想使我遮尔啊平安，遮尔啊好，想使伫我的稳定大，我当然嘛相信。但是当咱碰到不如意的时，咱碰到真艰苦事的时，你有开始有影迄个心无？上帝啊，你行伫我身上，虽然我真无平安，真诶我碰到这苦难，我犹原感谢你，因为拢是伫你的掌管下面。你有这种的心无？还是伫迄个所在开始伫遐怨抱怨？上帝啊，奈何这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？有一句话讲，上帝允准这个患难伫咱的身上，是要锻炼咱的信心。有影确实是安尼。你碰到这种情形，你的信心到底是安怎？是真正搁伫遐来挖靠这个神无？然后，但是你嘛会当真，你也会真艰苦啊。所以你着求上帝安怎，互你有气力，互你有更较大的这种气力、较大的信心，会当镇赢这种情形。到底是倒一种的情形伫咧？这圣人在伫后壁，因佫加一句话讲：总是即类，若毋是用祈祷禁食，依旧袂出去。有的圣人，有的咱台语无翻译这段即个。伊讲这有的即个抄本内底有加，有的无这段即个。伫华语版内底，甚至禁食下骹佫点点点，点点点意思就是讲呐，有的抄本有，有的抄本无，有人加入去安尼。主要所甲因讲。讲你的信心伤衰啦，你亲像挂在纸安尼，然后有的所在佫加一句讲，你着爱用祈祷禁食，若无即种鬼袂出去。所以无假的信心是啥？就亲像一粒挂在纸安尼，就会使来刷即个山。咱常常伫咱的生活中，咱面对足侪山伫咧。咱碰到困难，碰到艰苦，碰到这经济问题，碰到这感情的压力，像遮尔侪伫伫敢若真正是个山伫头前，一下炸了，我无办法行出去，我无办法甲刷掉，我无办法甲跳过去。我开始，我家己消极的心，软正的心开始起起来，佫起另外一个山出来。这个山，互我无办法伫迄个所在来经过。那亲像迄个山顶头写讲，绝对无可能。伫迄个所在，互咱开始来失志去。但主要所甲伊讲，一粒挂彩纸就够。主要说要伫即粒遮尔啊细粒的挂在伊顶头，甲你刻字互你看。伫信的人，凡事拢会，
后面变过来，佫啥呐？伫上帝万行事拢会使，无难成的事。你会当看见的，你会当感受到上帝伫要甲咱讲的。你参有挂在子的即个信心，你就无惊吓，你逐项拢会。伫即个所在，甲咱讲着，无假的信心要安怎表明，要安怎运用出来，就是爱祈祷，就是爱金食，爱付出代价，爱付出代价。祈祷是甚物？祈祷是表示讲，我要互上帝来知影讲，我需要伊。咱是要交托，要来仰望，要来倚靠上帝的恩典，甲伊的气力伫咧。上帝想出咱创造咱人以后时，伊互咱一个人有一个上界大的即种礼面，就是自由意志，互你家己来决定真侪代志，包括讲你要得到永生无，未得到沉沦要得到永生无，你若背你就要诚做信伊的人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讲了非常清楚。伊请咱世间人，互既然信伊的人，未得到沉沦，会得到永生。你若要无沉沦，要得到永生，你来诚做信伊的人啊！互你家己去做决定。上帝知影咱常常碰到真侪困难，知影咱真侪即个需要伫咧。但是你若无开嘴，上帝想讲，你家己要去面对这代，你家己要去解决。但咱祈祷时，就是要上帝知影，我需要你，我知。我的软正，我知影你的恩典，知影你的气力，所以我要仰望伫你。咱更较大的问题，常常咱会祈祷，但是安怎祈祷了是咱本来要交托出去的物件，家己佫歹起来，颠倒无交托出去。所以这祈祷是一个功课，伫咱来学习。你若真正你交托，真正仰望，你都要真正仰望，真正交托啊。敬虔是啥？敬虔是要互咱上帝看到咱的脚步。咱的迫切，我连要维持我身躯的这种活命的这种食命，我拢会使放弃。我注重的是甲上帝的灵内底这种交通，要上帝看见咱的脚步，咱的迫切伫咧。你若真正有这种安尼这种心志的时，你的结果是啥？主真正成做你性命的主人。性命的主人意思是安怎？你逐项代志拢爱问伊啊，你逐项代志拢爱照伊的意思来行啊。咱敢有影有安尼？咱是毋是等到感觉咱已经需要时，咱已经行头无路，咱才来祈求上帝？还是真正咱是尊主最大？任何事咱就交托伫主，咱就祈求伊的心意，然后咱就照你来行。你可能讲，我要安尼做，但是我毋知影上帝是要甲我讲啥，伊是我的主人，伊毋捌甲我讲话，敢有影毋捌甲你讲话噶？上帝讲话拢伫这本内底。上帝已经将伊的心意、伊的教示非常清楚讲伫圣经内底。你若对圣经真有了解，真正读神，你就知影上帝爱你做甚物代志。上帝当着你当着什物代志时，你爱安怎来行？你有可能袂，佫袂当真明白，无要紧，佫伫祈祷中间，互上帝知我需要你。上帝咧开你的心门，互你有属灵的智慧，互你着明白个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毋是一刹那，毋是一个时间安尼就 OK 无。这是一个过程中间，你一直咧操练，一直咧操练你的敬虔，操练你的敬畏上帝，操求你要祈求上帝的心意。这个过程中间，你哪来哪操练，你就愈来愈会当明白上帝是上帝，真做主，真做你的生命中的主人，你就真明显。你免特别想，你就马上知影。过去真侪人有挂一个即个前恁的这物件，底下写上 WWJD。What would Jesus do？ 提醒家己啊，当着这种代志，耶稣毋知安怎做。来知影上帝心意，再停落来想，再来特别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，无毋对。但是，若当假做我自然而然，我就已经知影上帝心意是甚物啊。因为我常常咧灵修，常常咧祈祷，常常咧读圣经，所以我知这已经刻掉伫我的心内啊。所以我会当非常的清楚，那安尼时，在你会当免时啊，常常搁在提醒你。那不得已咱来提醒，也是一个真好的。
一个故事，有人已经可能知影，就是1956年的时，有一个青年叫做埃利奥，伊拢总5个人，因伫迄个所在决定，我们要去到南美的厄瓜多尔，向一个叫做奥家族这个土著底下要来传福音给因，然后因就开始准备了是迄个所在。实际是真偏僻的所在，挖水的所在，所以就坐一只飞机到一个所在，然后开始坐船去到遐所在。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拢总无消息传到转来。村里人就奇怪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因就请一只细只飞行机飞到伫迄个所在，为天空看落去时，感觉非常的悲哀。看见讲，因这5个人伫迄个所在已经拢互即个。枪伫遐来插死去，真足看因手佫拢有即个枪伫咧，佫检查了发现讲这枪拢总无使用伫咧，表示讲是因会当，但是因袂，因愿意伫所在使用台死嘛无要紧。记者去访问即个埃利奥的即个太太的时阵，伊伫遐来。想起讲，伊还未出去以前，因先生甲伊的囝伫遐一个对话伫咧。因囝问伊讲，假使你到伫迄个野蛮的人的所在，因若伫遐要伤害你的时候，你会用枪伫遐甲因杀死袂？迄个时阵，一个埃利奥伊伫遐讲一话，伊讲我袂当甲伊用枪来杀伊，因为安怎？因还未准备好要去天国，我已经准备好啊。这话是何等互人感受到感动？咱已经信主啊，咱已经知影咱有永生的愿望者，所以我无要紧。但是因也袂说，我免会当去杀伊。铁达尼号内底是因内底故事有一个牧师嘛，是安尼，伊会当坐伫伊个救生艇，伊不爱坐，伊讲我已经有永生的得救啊，我知我要去天堂啊，恁遮还袂请恁坐去。咱有即种确信伫咧无？伫迄个所在的时阵，伊搁伫迄伊即个囝儿就甲伊的老爸讲，那安尼，你得爱甲因讲一句话，讲我是你的朋友，是你真实的朋友。而即个囡仔搁教因老爸讲迄个奥家族的话，伫遐来讲。尾啊，记者去访问伊讲，恁的先生安尼来死。安尼准备，安尼已经大学读了，而且啊去甲无几分钟，啊就过身，这是啥物白白来牺牲伊的性命？为了这野蛮人，这土著，你安尼啥物白白的牺牲性命？你造就遐尼久，安尼啊一下都无去。因太太回答讲安那，无，这那是白白的这种牺牲。伊自细汉时就开始为着这个时阵来咧准备啊，伊只不过成就了伊的这个梦想，伊的理想。伊经为着该牺牲的时，伫遐所在来牺牲，这代志还袂煞。经过5年后，这个太太，伊就带因的囝儿到伫迄个所在去。等到伫迄个所在时，因的族长伫遐来问伊讲：恁到底是甚物人？恁为什么为着阮安尼个日继续来遮这种无私的这种付出？恁的理由到底是甚物？因遮讲，因为是上帝听。伊讲，阮就是迄个5年前叫你害即个杀死的这个查甫人，的这个太太。阮过一摆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帝会听。伊伫遐讲是为着要安怎，要将即个福音，主耶稣的福音，互因知影，互因让认捌着耶稣。因为耶稣用定死的时阵，伊无报复，伊伫迄个所在知影讲，要经过伊的死了后，要拯救定义这人的，要互因过一个真正确的这种生活的。所以，阮的先生只不过是学伊参像安尼那点，因为伊领受着上帝的听，所以因要将这个听来分互恁。因的族长伫遐讲，因为这个少年人因来为着因死，因接受着福音，因信主，因伫遐受洗礼，所以因不再讲做一个食人族、食人的这种族个啊，因已经对因的死看见着光啊。咱拄仔咧学习讲，这个改变的宗旨就是人来，这人来要安怎生出来？身心灵最后讲的是无界心，
看这青年是啥物事？因为什么会当安尼？应该伊会听要生出来。你若当一时咱顾咱的性命，咱可能就紧走，可能就举枪来保护咱家己。理由非常正当，因为人要甲我刣死，我当然会使安尼做啊。尾啊，人伫即个埃利奥的即个大学所在，去发现到伊的一个日记顶头写一句话，伊伫安尼写讲，为着要得到绝对袂当失去的这物件，来放杀无办法永远拥有的一种身外之物，这种人绝对毋是愚妄的。你要得到迄个永远袂当来失去的物件，我放弃掉伫地面上无办法永远有的这个，我甲放弃掉，这样绝对毋是愚妄的。但是徛伫咱人的眼光来看，这5个青年讲啊。为什么着安尼为着遐个野蛮的人牺牲你的性命？你头前你若伫咱的社会，你毋知当做偌济好的事工伫咧，会当安那贡献伫即个社会，但是无办法救着迄个族、奥家族、贵族拢总来信耶稣，诚做基督徒，不再诚做即个食人族。你所把握的是什么？是迄个会当永远有的无？是迄个袂当失丧的无？啊，是把握伫咱伫地面上有诶这物件，钱财、名利这，到咱过身这拢总无去诶物件，是遮呢较重要，还是信仰更较重要？你所把握是啥物？你感觉到即种才是愚妄诶人？其实咱咧传福音来讲诶是，咱就是为着要拯救更较侪失丧诶这灵魂伫咧。要互伊会当知影讲，安怎会当即永生诶愿望？毋是靠着家己咧积功德，乃是单单你着照着信靠主耶稣，你才有办法。这些青年就是去要将即个好消息报遐人知影。透过因的死的时阵，搁一摆这土著开始搁思考，为什么有人安尼？绝对有啥物意义伫咧？所以伫遐来学习着，所有族的人拢伫遐来信主。为什么要将这去讲？透过主耶稣，互人知影，因为主耶稣甲人讲。我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无人会当救阮爸。耶稣毋是阿爸，伊只不过将事实甲咱讲，伊就是迄条道路，要去道，要去真理，要去明白真理，要得到永活命的一条道路。咱才照着信靠主耶稣，才有办法去得到。所以知影真侪这有这无信的、无假信的人，就意外要将这个疼会当安尼显明出来。咱看见这青年，毋就是安尼。咱世界有超侪人，拢是为着宣教师离开伊的家乡，倒到伫一个所在，受人辱骂、受人破坏、受人拍、受人啥，拢总无要紧。安怎为着要将这个福音传互人？因活出来就是迄个无假的信。咱定咧讲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即句话其实爱淡薄仔小修改一下。因信称义，咱真容易含落讲，因为我有信，就我就互称义啊。敢若免做啥物行为拢无要紧，其实一信伫遮是安那，是敢若一个基础啦，对。所以更较正确讲安那，照着信，特别互称做义。信是一个基础，刷落去还佫有努力无？有足侪努力的，需要真侪努力甲付出。这边啊，要来证明讲，我这是无假信。我毋是干那嘴咧讲啦，我是真正伫我的行为，伫我的性命，就是安尼显明出来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可能碰到真侪艰苦的事伫咧，有可能咱的身躯欠安，咱的心灵无够健康，咱有人际关系，咱有这经济压力伫咧，咱家庭的经营。咱有事业等等这个，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阵，你啥物是要讲啊？这甲信仰无关的，这个我日常的这样生活。但是为什么咱有这个国家，有这人活伫这地上，为什么这所谓整个体制运作？是上帝手术，互咱人透过这个会当生活伫地面上，会当享受伊所创造的美好。但咱常常失去这个源头。咱无咧欣赏着遮个源头，咱干那咧想着咱家己到底是如何。你碰到遮个问题的时阵，你会当倒转到伫主的面前来明白讲，主伫遮碰到遮个困难时，你应该爱安怎？
你学习对什么功课？我相信上个大的功课就是讲，你知影你是软正的，你需要有人帮衬。这个帮衬不是普通的人，是对上帝来的。伊要安怎帮衬你？上帝知影，咱无一定知影，但是你会当用祈祷，互上帝知我需要你。你会当用敬食来讲，上帝，你有看见我的迫切啊无？咱毋知上帝要安怎帮助咱，但是你有这个信心无？当我来向伊恳求的时，主就要将伊认为上界好的方法、上界正确的时间，就来帮助我。你可能一段时间你也看伊无啥物改变，迄个时阵咱就是个信心的不足的时阵，你会当伫遐讲我信，但是我所信的无够，求主你来帮助我。伫咱咧学习无计信中间，就是对咱的信心的一种功课伫咧。咱需要操练，这毋是一段时间，这是一个过程中间。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操练，你就愈来愈会当将你的这个信心来建立起来。当咱若拢有时，咱就当互相要来宣告讲：主，你赐我这个无假的信心。所以对打了后，我要经历讲，在信的人凡事拢会。你若有这种相信，请咱举手，咱的正手起来，咱伫这时候要来宣告讲。上帝，你赏赐我有无假的信，对打以后，我要经历伫信的人凡事拢会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伫咱，伫小组中间，咱会当对周报中间看见这题目，咱来分享中间要诚侪咱的帮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经过一个月的这种。灵命操练中间要学习要安怎会当活出来迄个无假信的时阵，阮需要有一个努力伫咧。主，你帮助阮，当阮心无够的时阵，求主你就帮助阮。求主你祝福伫所有意爱伫这功课顶头学习，要来建立伊无假信的时阵，主你就帮助伊。但阮就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主你的身上。阮逐人得到帮助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，阮要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来倒人来受苦。定十字架死败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